歡迎大家翻到嚟每週交易點子，我係你嘅節目主持 Marvin。唔想錯過呢咁精彩嘅外匯同埋黃金嘅資訊呢，記得撳翻我哋嘅 subscribe 掣，subscribe 翻呢個 channel 啦。我哋先睇睇上週嘅市況。上週美元對日元受到美元嘅長期利率上升所帶動嘅美元買入盤壓力，以及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同埋美國實施嘅買入日元嘅協調干預影響，整週呈現極高波動嘅走勢。儘管中東局勢緊張緩和，同埋令原油價格下跌，以及 FOMC 未如市場部分人士所擔心咁樣進一步加息咁嘅因素，一度成為美元沽售嘅理由。但喺美國利率維持嘅高位嘅背景底下啦，美元嘅需求呢依然強勁嘅。美元對日元以163附近為中心保持堅挺嘅情況。其後啦，受到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同埋美國聯手買入日元嘅協調干預影響，美元對日元急劇回落。短短30分鐘裏邊呢，錄得約5日元嘅大幅度波動。外匯市場受到日美協調干預嘅巨大影響。上週呢，推動美元對日元匯率走勢嘅主要因素呢係有以下嘅幾點嘅。一就係美國長期利率上升帶動美元買盤嘅壓力持續。第二啦就係7月嘅 FOMC 維持政策利率不變，同埋市場對9月會議嘅預期。第三點就係美國同埋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實施買入日元干預。第四點，日本銀行金融政策決定維持利率不變，以及市場對9月加息嘅預期。週初呢係受到美國同埋伊朗之間嘅軍事緊張局勢緩和嘅影響，原油價格呢係下跌嘅，市場避險情緒有所減弱。另一方面，美國經濟保持韌性，同埋通脹持續高企，市場對長期維持緊縮貨幣政策嘅預期依然係根深蒂固嘅。美元嘅買入盤需求並未減弱。喺備受市場關注嘅 FOMC 會議上面，雖然冇有市場部分人士所擔心嘅進一步加息嘅情況，但係美聯儲仍然維持將抑壓通脹放喺最優先嘅位置。市場對9月份會議仍然係屬於 live meeting 嘅睇法，日益係普遍嘅。因此係美元沽售嘅壓力僅屬一個短暫嘅反應。FOMC 會議之後短期利率係下跌嘅，但係受到財政狀況惡化、憂慮同埋國債增發預期嘅影響，長期同埋超長期嘅利率上升。長短期利率差擴大嘅扭曲性陡峭化嘅走勢逐步形成。美國10年期嘅國債孳息一度升去到4.74嘅區間，截至7月31號嘅，創咗2025年1月以嚟嘅高位。30年期嘅國債孳息率亦都係升去到5.27嘅區間，呢個都係截至到7月31號嘅數據，創下咗2007年7月以嚟嘅高位。高水平嘅美國利率為美元嘅匯率提供咗支撐啦。美股市場因長期利率上升而表現疲弱嘅。喺外匯市場上面日美利率差嘅背景美元需求係佔咗上風啦。美元對日元嘅仍喺163，維持一個好堅挺嘅走勢。喺呢個前提底下啦，週四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實施咗買入日元嘅干預，美元對日元係從163急跌去到157.98嘅。約30分鐘裏邊係下跌咗5日元嘅。與此同時有報道指美國當局進行咗匯率嘅詢價，即係一個 rate check。市場開始廣泛認為
日美當局對日元快速貶值嘅進展呢抱有強烈嘅警戒。不過啦，以美國利率維持高位嘅背景嘅買入美元嘅盤呢，咁需求呢係依然係強勁嘅。干預後啦，亦曾經出現呢逢低買入嘅佔優局面，咁啊再次突顯呢美國利率上升期間呢，單靠干預呢係難以扭轉市場嘅基本趨勢嘅呢個困難嘅局面。咁啊，週末呢，日本銀行金融政策決定會議上面呢，政策利率啦同市場預期呢係維持喺1% 度嘅，咁啊結果呢本身就冇驚喜。咁但係植田行長呢並未明確否定啦9月嘅會議上啦改變政策嘅可能性。咁啊再表明呢將綜合考慮嘅基調性通脹走勢啦同埋匯率市場等因素呢作出政策嘅判斷嘅。市場對9月會議屬於 live meeting 嘅睇法呢係進一步升溫，而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嘅干預態度呢，以及退貨幣政策正常化嘅期待，成為抑制美元對日元上升空間嘅因素。其後海外市場傳出啦，紐約聯儲局就歐元對日元呢係進行匯率嘅詢價報導。咁啊，加上呢市場傳出呢美國財政部要求銀行做好買入日元干預嘅準備嘅消息，市場呢對日美當局呢聯手進行實際干預嘅預期呢係迅速升溫嘅。咁其後喺流動性較低嘅週末紐約嘅時段收市之前啦，美元對日元呢係從159前半段呢急跌去到157.55嘅，觸發海外投資者呢拋售美元對日元嘅長倉，作為重要技術位嘅200天嘅移動平均線呢，咁亦都係被跌穿嘅。咁啊喺呢個階段呢，市場傳出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同埋美國實施嘅協調干預消息啦，市場開始廣泛認為以海外投資者為主嘅日元沽空部位呢正逐漸縮減。咁啊，假如呢日美當局呢確實喺實際干預方面呢採取一啲行動呢，咁啊呢啲就會較過往嘅匯率詢價啦更加進一步啦。咁啊，市場呢將更加重視日美當局之間嘅協調，並可能形成呢難以進一步增加日元貶值方向倉位嘅市場環境。咁啊，總體而言呢，上週係高水平美國利率支撐美元嘅強勢，咁同埋呢日本政府、日本銀行抑制日元貶值嘅態度互相角力嘅一週嚟嘅。市場焦點呢正逐漸由過去嘅日元貶值至去到什麼程度啦，轉向去到干預持續去到什麼程度嘅。咁啊，以及呢係日本銀行係咪會提前加息啦？咁啊，未來政策當局嘅動向呢將成為左右市場嘅重要方向。咁我哋轉鏡頭呢都睇埋貴金屬方面嘅走勢。咁啊，上週初呢，金價喺4070美元附近呢係徘徊嘅。咁啊，27號去到28號受美元走強同埋市場風險情緒改善影響，好回落一個細嘅幅度。咁啊，隨後呢，逢低買盤進場啦。咁啊，29、30號呢係連續係反彈嘅，一度去升到呢4120美元附近嘅，創下週內嘅新高。不過呢，31號嘅市場獲利呢係嘅壓力啦係增加嘅。咁加上呢美元走勢係轉強啦，金價呢明顯係回吐咗漲幅。咁啊，單日嘅跌幅呢係1.5%。咁啊喺4040美元附近呢係收市嘅。咁啊，全週價格呢主要喺4000啦，去到4120嘅美元區間波動。週線變動幅度係有限嘅。咁總體而言呢，黃金市場呢係仍然缺乏明朗嘅方向啦。投資者持續關注美聯儲嘅政策前景啦、美元嘅表現啦，同埋全球經濟嘅風險。咁啊，避險需求咧雖然咧係為金價咧提供支撐，咁但係高位咧沽壓仍然係持續嘅。短線內裏邊咧係維持呢個震盪整理嘅一個格局嘅。
我哋再睇睇外匯持倉同埋貴金屬持倉嘅變化啦。咁外匯方面呢，就整體嚟講呢，就變化不大嘅。比較明顯少少啦，就係呢個磅 yen 啦。咁由前週嘅呢個80%嘅買入啦，下降到咧59%，即係接近60%嘅買入，有所縮減少少嘅。另外就係呢個紐指啦，紐指亦都係有縮減嘅，就係由之前嘅60%半買入啦，縮減到去51%嘅買入。而打拉 yen 方面呢，咁我哋睇翻啦，咁呢度呢就有少少誇張嘅情況啦，就係由前週嘅大概7%啦，咁我哋呢係上升到呢係4/4嘅買入。貴金屬方面啦，我哋睇翻呢黃金 XAU/USD 呢係由呢個前週4/半嘅買入呢係增持到去7/8嘅買入嘅。XAG/USD 呢就由呢個前週嘅5/4啦，增持到去6/4嘅買入。睇埋啦，外匯交投熱門選擇，第一位呢都係打拉 yen，緊接其後呢要數到落去呢就係呢個澳紙對美元呢係大概係11% 嘅。貴金屬方面啦，一如過往嘅情況啦，都係 XAU/USD 黃金為主嘅，大概係9/4嘅百分比。睇埋黃金嘅日線圖，支持位呢會落喺呢之前幾次嘅，你見到係低位啦，就3969左右啦。阻力位會喺呢4124出現嘅。我哋睇睇下一週，即係今週嘅一個預測係嘅情況係點啦。本週展望方面呢，就係美元對日元嘅走勢啦，最大焦點呢將會係日本政府、日本銀行買入日元嘅干預持續性，同埋呢美國長期利率嘅動向嘅。上週後半段呢，美元對日元明確跌穿重要關口200天移動平均線，一度下跌去到呢157.55嘅。喺技術層面嚟講呢，由於跌穿啦，被視為中長期嘅趨勢嘅分水嶺。過去呢作為支撐嘅發揮作用啦。今後呢反彈過程呢，容易被市場呢係界定為一個阻力位嚟嘅。不過呢10年期嘅國債係美國嘅國債啦嘅孳息率仍然係處於4.7嘅區間，30年期嘅國債孳息率仍然處於5% 嘅區間，依然係維持高水平嘅。因此尚未形成日美利差所帶動嘅美元買盤需求呢會迅速減弱嘅環境。所以呢單靠呢干預係咪能夠令市場呢轉日元升值呢嘅情況呢係並唔係明朗嘅。喺反彈嘅過程中呢，實需呢咁同埋呢個海外投資者嘅美元買入盤呢係仍然較容易重新去到進場嘅。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日本銀行嘅干預態度呢，似乎呢較過往呢係更加強硬嘅。市場呢亦開始呢出現呢日美當局協調對應嘅睇法啦。因此呢，喺日元貶值嘅期間呢，對追加干預警戒感呢可能抑制美元對日元嘅上升空間。如果干預持續呢，前一次干預嘅低位155.05呢，將會成為市場呢關注下嘅下方目標嚟嘅。本週除咗呢個美國嘅 ISM 製造業景氣指數啦，JOLTS 嘅職位空缺數啦，同埋 ISM 嘅非製造業景氣指數之外呢，美國嘅就業數據呢即將會公布嘅。關注美國利率方向嘅同時呢，日本當局呢係咪進一步干預呢，都會成為左右咗美元對日元嘅走勢嘅一週嚟嘅。最後睇埋我哋本週關鍵事件啦。我哋一如頭先所講啦，週一啦就係美國嘅 ISM 嘅製造業指數啦。亦都係週二方面啦，美國嘅JOLTS 嘅職業空缺嘅數目啦。週三係新西蘭嘅
4至6月嘅就業數據。咁啊，日本嘅每月勞動統計啦。咁啊，美國方面有 ISM 嘅非製造業景氣指數，同埋美聯儲嘅庫克理事講話嘅。咁啊，週4啦，就係墨西哥央行方面嘅金融政策決定會議。咁啊，去到週5啦，就係重磅數據啦，7月嘅就業數據公佈啦。咁啊，大家喺相關時間呢，就緊貼住市場動向啦。咁啊，睇好個倉位啦。咁啊，今週去嘅分享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週同樣時間呢係再見，拜拜。